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你看到这高水的河，到底是啥人设计的呢？伊就是这一处奥运制服的设计者 Justin。伊有安怎人生故事？咱斗阵来工作室来看卖。 人他就讲，今年的奥运其实唔单是奥运而已啦，还有其他 Justin 老师呢，在其他的领域跨领域的合作。不过，咱大家还是来看讲，咱今年的奥运这束查某衫甲查某衫有啥物特色 ？Justin 老师你好，大家好，大家是我周如英，周如英，大家叫我 Justin。Justin 老师哈，你先甲咱小解吼，因为大家真趣味吼，真有兴趣。哇，这来外吼，叮啊，你先甲咱小解一下。这次巴黎奥运我们主要跨了9个县市，找了8个不同的工艺师合作单位来做一个用策展式的方式来设计。那其实我觉得从里到外都是把台湾上中下游、永续、时尚、艺术、工艺这4个方面做一个组合。 然后打造一个听台湾队的概念去创作，所以从最外面这些图案，大家可以看到，先从图案开始。这个图案其实是跟这个当代艺术家江贤老师合作，原本是来自于他的耳熟能详的创作《台湾山脉》，那原本是黄色的。那我们这次其实把它转换成一个海洋的颜色，包括女神，就希望说台湾是被一个海洋的文化、海洋的岛屿、海洋所孕育的一个国家。所以台湾山脉呢，我们把它转换成不同深浅的像海洋的颜色，放在衣服上面。那布料的部分，我们跟台湾这个一个厂商叫旭荣来合作。 这个布料其实一开始都是用在国外非常大型的，像温布顿赛事这样的布料，它的弹性是非常好哦，非常好。然后它还抗爆性。那上面可以近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有立体的纹路哦，不同的立体的纹路其实也是在代表台湾的一些我们像是。 都市的这些的一些轮廓线条，所以立体纹路这边呢，其实除了台湾山脉之外，山嘛，那我们海洋刚刚讲到城市跟平原，所以这些纹路的转换，其实也在讲台湾。我们从上面鸟看的话，有一些城市平原的一些分界线。那另外呢，在胸花的部分呢，这个胸花呢，我们是跟云林的林佩颖老师合作的，是这个手工的蚕花。 那一个是梅花，另外一个是油菜花。那梅花当然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从小就知道，代表我们台湾。另外油菜花呢，是一个农闲的时候，就是做农闲的时候，其实四处台湾各地都可以看到的一种花种。那我最主要是我喜欢它的花语，它的花语就是加油打气，为了梦想无私奉献。 那所有都是手工，加油的意思。所有都是为了用手工来制作。那里面的包材也很有趣，里面的包材其实是从这个警察局回收的天九牌，就是破获赌场的天九牌来做一个包材，所以是永续的概念。对，那另外呢，可以看到像这个我们奥会的这个梅花，还有像是这一次巴黎奥运的指标。 这个地方呢，我们都是使用了台南人美的指标。那这个除了是台南之外，我们还用了在地的牡蛎壳纱，就是牡蛎牡蛎壳纱这些回收，还有这木质纤维来做一个用永续的概念来做这个指标。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整个内搭的部分呢，我们这一次呢，是可以看到里面有红蓝白，除了是把我们国旗的颜色用红蓝白来转换之外，上面其实这些轮廓图都是每一个县市，有台东啊、台北啊、台南啊，表示我们的选手不是只来自于一个地方，是来自于台湾每一个角落。对，所以有不同的这些地图去做一个组合轮廓线。 那另外呢，上面的这个像是赛道的感觉哦，这是面八方赛道的感觉，像 Trans Taipei。那这个 Taipei 其实我们跟高雄的林国庆老师合作，这个 Taipei 翻过来，大家可以近看这边是加油，中文字的加油，翻转文字哦，点豆机啊，对，把翻转文字，所以是变成一个加油，所以我们把这种大家好像为这个选手到了巴黎都为大家加油打气，放在这个服装里面。
那可以看到腰带的部分呢，我们是跟花莲的严云老师是人间国宝，然后包括鞋子的部分，我们是用这个香蕉丝。那香蕉丝其实也是台湾非常硕果仅存的一个传统工艺。那这次的鞋子呢，除了皮革是一个环保皮革之外，这个香蕉丝上面的图案，这边是噶玛兰的一个海龟传说的图案。那我觉得比较有趣是可以近看，除了是海龟图案，这个其实一个爱心，一个爱心，一个爱心，一个爱心。所以整双鞋子呢，其实有20个爱心。之外呢，这剩下有20个爱心。对，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其实这个是手工编织的，一个人一天只能编7.5公分这样子，所以要做完一整双鞋子，光鞋面就要4天的时间。所以这次其实我们是把包括像是刚刚讲的，不管是布料或者是这些工艺，然后透过永续的方式来做一个整个设计组合。那其实另外像这个布料呢，我们是使用的是所谓的碳捕捉废碳，因为台湾其实很多摩托车有些碳气啊，这些碳捕捉用废碳气重新把它 recycle， 然后做成这样的面料。那另外呢，我觉得在里面的 polo 衫的部分，这个是用锗纤维，锗就是负离子。那一般很多运动员喜欢戴一个锗的项链，那这个锗项链其实简单来讲，你在一个空间环境里面，通常是30个到40个 ppm 这个负离子，但是这一件衣服本身大概就有2900个上下，意思是说你穿的这件衣服是穿着一片森林在行走，然后它是超级的凉感，就是它是清水凉感，你流汗之后会更凉感，对。所以这个其实都来自于台湾最顶尖的布料台湾是纺织王国嘛，所以台湾纺织王国的过程当中，这是最顶尖的布料，以往都是只给国外的赛事在使用，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就像台湾很好的水果或一些海产，有时候都是外销。我们这次就是透过一个奥运打造一个 Team Taiwan， 把最棒的东西，然后透过这样的组合，让运动员可以去穿着，然后在这么重要的荣耀的一个环境。除了这个锗纤维之外呢，上面的这个可以请主持人稍微摸摸看，这个刚刚讲 Trans 台北的部分是立体的，完全可以摸到这是立体的。我这普及呢？对，这立体的全台湾只有一台机器，这台机器是用在法国的100年精品，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精品上面，全台湾只有一台。所以其实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都是每一个过程，不管是这机是用掐落去的是，还是用喷的，用喷的是用喷的，对，用伊喷的机器，这机器台湾打一台，所以这足困难，做了时间一领在对这色对这色就对10几摆啊，这对10几摆，这拢一直在改，这有的 detail 花几蕊、大细蕊，要安怎生叶啊，要安怎刻，这其实大家拢对10几摆。所以简单来讲，大家这合作的工艺师拢把这动这一个，那运动员在比赛。都是要挑战自己，挑战的不是别人，是挑战自己，因为他们其实说，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应该讲说，像油菜花，他们可能做手工厂花做几10年，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说，我来做油菜花，然后要怎么做，所以其实每一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小小的指标，刚看到小小的指标都在挑战说如何让这个5环在这么小，然后又要永续的纤维，又要把质感给做出来。所以每一个创作，其实每一个作品差不多前后都试了10几次这样。哇！所以呢，大家我看印象上深刻就是讲，台老师讲，这是用喷是啊，大家要对色啊，大项刚才今年就要做偌久是对啊，今年这喷这个布来回的喷2个月啊，这就大家对色，所以你去看顶管这有这纹路嘛，就是东西先画图画出来，所以你看很立体感，非常立体感它不是只是一个平面，它的纹路这 texture 其实都是预先就做出来。那所以它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管颜色不管是上面像这种纹路，像这种立体的感觉，像海的泡泡，海的这种一个立体这样的效果，我们都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在近看的时候，能够让更多的应该讲说人感受到台湾它不是只是一个科技之岛，也不是只是单一个面向，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让大家去了解。但是老师你表咱搁讲起来就是讲你想起来你要找倒一个，找比如讲，这个找花、找布料、找啥，这平常时
你要对这种材料你来真熟悉啊，无你要对就找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伊做出来有下你用，无下你用，这来来回回，这上无就要真了工的时间哦，还偌久的时间。这其实阮准备差不多要9个月吧。我先讲，因为我是高雄大寮的人吼，我做细汉对庄脚是安尼受教育长大。阮大概设计师拢讲，伊细汉咧耍芭比娃娃，我细汉就耍泥巴，耍这安门头吼，灌水灌毒白安尼。阮阿公、阮外公是刻印仔，刻印仔其实伊就是一种工艺。刻印仔时阵，伊迄字拢是颠倒变的嘛，印仔是颠倒变，无咧拍草稿的，直接刻的。所以我做细汉的时阵，印象就足深刻。我要去上学时阵，经过一个叫拍题仔机。拍题仔机就是打招牌，打一些店里面要用的这些小的东西。那拍题仔机其实就是一个工艺，所以我在整个养成的环境过程，我对工艺这些东西是非常喜欢的。对，所以我就很喜欢。所以我一直到我的长大养成的过程当中呢，今年是我品牌成立10年。那我们其实也跟不同的工艺师，包括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谈到像庄武兰老师，包括像是这个刚刚讲的，还包括台南的光彩绣庄，还包括这个蓝染陈景老师，就是不同的工艺师，我都是我的。应该像品牌的 DNA， 就是我的血液里面就流着我对工艺、对历史、对文化这些是我的热忱，所以我这10年来不是说只是为了奥运这一次才把这些组合，是我基本上10年前就开始这样子在把这些历史文化工艺放在我里面。所以这样的整合的功夫哦，不是普通人会当整合的，因为有的是知影这个人，唔知影伊会对，摕来物件无一定下用啊。像伊你讲这间纺织公司，伊会晓做环保的布，但是你嘛唔知影讲会当下你的用，无下你的用。应该讲伊是帮我把这个布规个是开发出来，不是用伊现成的布料，这是完全为了奥运这一次开发出来的布料，所以它不是单单说。我们是有什么布，你可以用什么？不是，这是完全是开发出来的。所以这过程当然要经过很多努力的讨论，不是我一个人啊，就是它是一个刚讲 Team 台湾队，所以从上中下游不同的产业，其实他们都会经过来回的讨论，会先跟他们说有没有机会，比如说这个花有没有机会做成油菜花，然后这个有没有机会是这样子去执行，都是来回的讨论、碰撞、激荡。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台湾这个产业里面最可爱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其实都觉得困难，但是为了这一次巴黎奥运，我觉得那个中间为了互相学习、挑战，这个火花是我觉得我这次最喜欢就是这个过程。他主要咱来讲吼，其实赵世平老师吼，唔但是这一摆奥运哦，东京的奥运，你嘛有参与，嘛是你设计的吼。是，这2摆这经验，你感觉有啥物无同款？其实东京，其实东京奥运来讲哦，它其实是一个，也是我们用了永续的布料。那上面的图案我设计一个是窗花，那窗花当时候，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设计整个奥运代表国家最难的一个地方哈，最难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多元文化，所以有的人会说你怎么不用原住民的图案？但是我们有9族嘛，至少就是你要用哪一族对吗？那我们还有客家的这个很多元素很漂亮的东西，我们有华夏的东西。对，我们有非常多的东西。那我们怎么样子去在这中间？其实我就是想说，怎么选择一个是更普世、更平民美学、更亲近大家。所以我刚刚讲巴黎是用海洋这个图案，那东京我是使用窗花。所以窗花其实家家户，刚刚讲我从小在高雄长大，我们家那打铁旁边就是在焊窗花。那窗花它你从信义区台北的信义区到最南到屏东，我相信都可以看到窗花。所以我觉得窗花我们就使用一个梅花窗花。所以当时候我去买了一个左营的眷村的梅花窗花，我把那个对，我改被懂了，对，其实然后我把它转化成图案，再印在这个环保布料。然后上次的布料是用那个渔网。海洋的渔网、废弃的渔网回收的，然后去印花。那另外呢，我觉得上次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做了一个七气扣跟台中的光山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东京
东京跟台湾一直在想说有什么连结。那漆器这个东西其实是就是两边一个工艺，透过一个工艺去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那所以那个工艺，我们这个合作那个漆器扣，我觉得最有趣是那个一个扣子要做120天，一天只能上一层，然后120天。然后这个扣子其实旁边呢有6道彩虹，它其实在讲我们是亚洲第一个平权的一个国家，对，所以中间上面还有这个玉山的图案，然后金色、银色的这个印刷是穿金戴银，对，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这也是工艺嘛，上次的这个窗花，然后永续的布料，所以在上次其实是这一次的稍微比较迷你版的一个上中下游的跨界，这次等于说我把它跨界到更大的一个地方，因为很长，其实大家只知道设计师是谁。我想其他国家或其他有时候觉得，他是设计师，很少人会知道背后的英雄是谁。我觉得对我来讲，这种所谓的共好，或者是大家一起的这个 team 的概念，是我做品牌10年来我一直在做，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合作，让大家知道说是谁做了这个布，谁做了这个印花，谁做了这个胸针，谁画了这张图，而不是大家最后只留下可能只有周玉颖这样子。我希望能够有更多，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影响到不同的种子。那要是种在这个土地，它会再发芽，会越来越好。是啊，咱的经济台吼，周老师 Justin 吼，搁刷来，跟咱讲，伊过去吼，到今麦为止，甚至后来以后，搁要甲什么领域的人、做工艺的人吼，要来合作，咱继续看。刷来 ，Justin 老师要一行一行讲互咱听，这吼对于初开始。听讲这书衫是你初开始做品牌的时阵，会起价。会当安尼讲。这是差不多11年前，我参加一个比赛叫台北好时尚。迄时阵我是搁在上班啊，就是搁在上班。比赛迄时我已经应该36、7岁啊。其实我无迄个品牌的梦。其实无我开始阮太太甲我鼓励讲，你其实应该当去参加比赛吼，你会当去看卖。所以我初上班讲，当做迄时阵做一领就会使。我讲做一领应该好，不要紧，我就去试试看安尼对。这领衫我看起来其实无啥物特别啦，讲实在无啥物特别。可是伊甲摊拄迄奥运的衫裤，淡薄仔有相关。第一了。这领衫其实在10几年前，我就用迄个咖啡纱、咖啡刷嘛，用环保的布料来做这个规个衫裤吼。迄时阵因为是台北好时尚，你讲台北这个城的故事，今年是台北149名吧。安怎讲故事？迄是我做这个设计第一个爱想的吼，就是安怎讲故事呢？这个咖啡衫，我想大家在上班吼，你白天的时阵骑一个 U bike。骑就较正式，较正式的衫裤。你下晚下班啊，你要出去佚佗，啉一杯，安怎？你要变换装嘛，你唔免。所以迄时阮就甲一领衫裤当两穿2种的迄个图案风格。倒摆穿，对，倒摆穿吼。所以，哇，迄时阵的用内底嘛是用这个环保的布料，会当吸湿排汗。所以10几年前，其实我在设计，我就把这种所谓永续，所谓这一个做起了撑开做舒适这种感觉，我就把它放在我设计内底。这内底的图案是啥物货呢？其实来自于2个地方啊。第一，这是来自于这西门町有一个电影街遐的图案，一个老虎我把迄图案给它转化。另外这就是会看到101所以甲101电影街这西门町涂鸦这涂鸦的感觉涂鸦规个涂鸦呢，甲用做伙，甲做伙，所以内底其实佫有一领纱子，迄个嘛是会当白色，然后变图案，对，嘛是会当变过，会当讲就是一个开始骑 U bike 嘛，爱做热穿这骑嘛是热，所以阮迄时阵佫有做另外一个机关就是。个机关后壁伊才有一个挡片，加上网状的，所以你因为流汗拢是后背在流汗所以风会透入。对，所以这内底呢，你会当汗整个汗会当对遮透出来。
第二呢，你会当安尼，好拍的。你骑迄个脚踏车时阵，当安尼拍，好拍，你会当很轻松。变过来，互咱点下机小对，好，你得做轻松。拍掉的啊。对，你得做轻松，你拍，你得。刚刚拍啊，你哦。很轻松的在骑这个脚踏车，所以迄时阵就是加一个永续环保，第二功能性，好，再来就是故事，在地的故事图案组合在一起，所以我对十几当前在比赛，这是东西第一名，好，就是台北好像第一名。那台北好像第2届第1名也是我，我也是我连续2届，对，连续2届，像连做2次奥运一样。那它其实都是在讲土地的故事，然后再把这些在地的文化。所以我们最早湾的口号啊，湾的 slogan 跟越在地越国际，大概是愈在地愈国际，嘿，愈在地。这阮最10几当前就是安尼在讲，所以我今天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足特殊的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作品啦。啊，今天来讲哦，其实哦是另外一个世界，这嘛是我的作品。除了我家己的品牌之外，我有2个品牌。这个品牌，另外一个品牌叫 Luxury Garbage， 奢华的垃圾，哦，奢侈的垃圾。因为对我来讲，像 Luxury 讲奢侈，奢侈的是时间，大家人拢24点钟，可是你安怎甲24点钟，把所有的不同的时代物件组合在一起，还是花时间把手工艺放伫我衫裤内底，这是上重要的。啊，为虾米讲的是一个 Luxury Garbage 呢？其实这是大家看，这是气泡袋啊，这是你无爱的气泡袋。你包物件，办公室拢有这气泡袋，拢是柔柔的，就甲当较夹啊。对，这气泡袋，可是内底这花有当时嘛是干燥花。拢是迄干燥后，当时阮啥物典礼开幕嘛，有人送花，可是迄花其实足可惜，足拍算，拢无人会甲摕走，放伫遐就足拍算啊。所以阮就甲迄花回收，啊甲有诶甲拍好搭，有诶阮甲摕这干燥花，拢甲重新甲染色，这阮家己染色诶，对，所以这种真诶。真的会，真的会染色了。你看，所有大概物件拢要放伫这衫裤内底，佮甲这粒布料气泡袋安那甲花，甲做花，佮甲变做一领衫裤。所以这其实拢是咱讲的所谓的工艺，爱时间，爱这规个拢是爱拢爱重视，毋是单设计，毋是加布尔。所以我的品牌有超过一半拢是甲工艺、艺术、艺术这相关的甲别人较无共。我其实毋是讲，拢在想讲，这衫裤就是当卖衫裤啊，还是做一寡。可能想讲安那水安那创安尼。对，水一定爱，是一定爱。但是我毋是按 commercial， 不是这么商业。我们希望能够艺术，因为艺术能够像姜老师讲，艺术可以净化人心。我觉得在这个世代，净化人心是很重要。透过一些不同的作品，让大家对未来有个想象，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这一件也是我是台湾第一类去纽约官方时装周，从台湾然后去纽约，我们在纽约官方时装周有6次发表。那这是第1次被选到官方时装周的作品，是跟个国立历史博物馆，然后当时候是常玉的作品。那常玉是现在华人的艺术价值，包括它的整个在拍卖会里面价值最高的。那当时候我们就是跟常玉刚好他过世50周年，我们用了他比较经典一些 IP， 然后转化，然后跟服装做在一起，那就到了这个纽约去发表。那他这个之后，我们也开启了一些跟博物馆，像故宫，然后像其他博物馆，原民这边各种的不同的。刚讲的艺术类的，不是只有在比较华夏文化老祖先的这些像故宫的收藏，我们到了比较近代一点，才会到后来的像是刚刚讲张贤老师、董阳志老师、庄普老师这样不同的各个艺术家。那我觉得跟艺术家合作，像常玉这个跟艺术家合作，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在于在透过他们的观点，然后我们怎么把时装跟艺术组合在一起。安装工。因为其实像这个裸女的图案都是平面的，我们跟艺术家创作就是他们都是平面的。董阳志老师的书法平面的，江贤老师平面的，你怎么把它立体化？
你怎么让它变立体的东西？哦，你怎么把这个裸女像这个皮肤，我们怎么透过无干纱上面的这个也是有涂层过的，可以看到我们一样是拿一个这个毛笔再重新把这个颜料涂上去。哦，其实都是有一个阶段，然后包括像这个其实都是有代表一些比较当时候它去比较像是中国的一些图案，它都在使用我们怎么转换。然后因为常玉它本身是在讲，它是用东方的线条毛笔在勾勒线条，西方的颜色有桃红色，所以这过程当中怎么把两个世界，就是所谓的东方遇见西方，这个也是我创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把两个东西。它有点像是鸡尾酒，把两个不同的世界组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对我来讲，这件衣服也是我其实是在整个品牌生涯里面算是非常重要。它等于说让我在纽约官方时装周有个开始，那一直延续到现在。但都咱听到Justin 老师讲了真侪伊的创作，咱唔是讲干服装设计安尼啊，其实各种的工艺甲各种领域的这个艺术家来合作。但是这个人的头壳是安怎生出来？伊的人生故事又是安怎呢？咱继续看落去。我合作这些人，其实我人刚刚对伊的眼神，我刚刚伊做啥物物件是有热忱，这种态度，你对你的事业投入的时候，那个眼神是有灵魂的。有灵魂对我来讲就是比较重要，所以我也偏摆个 Justin。Double X 两个 X 其实就是一个跨界 crossover 哦，对，两个 X 就是像织在一起，就像布料织在一起。那 X 在这个英文里面其实就是也是代表 can 就 perfect， 你的 perfect 叫我的 perfect， 就是我们两个的好组合在一起。咱他咧开讲的时阵周老师有讲到讲第一，伊咧经model的时阵完全对150几公分的，对190的拢有啊。定定拢是迄个素人去互你找出来。你是安那有这种心理，去专门去找讲未去用发觉的？应该讲对我家己成长背景有一寡关系。我是他讲高雄的大寮嘛，我。足细汉的时阵，我特别读服装设计，足细汉哦。迄时阵我是66年厝的，民国66年厝，我受蛇的。对阮遐，其实我的亲情，阮哥哥啥物人，其实拢无人伫相关的啦，无人讲是这种背景啊。尤其大寮会当讲是一个迄时阵足睁开的所在，所以我就开始对家己想要读这服装设计。阮爸爸妈妈。唔是讲反对无？无讲介支持嘛，无讲介反对。尤其其实我成绩，我是迄阵我考联考嘛，我联考的分数，让考到迄足好的学校，拢台大、政大，我拢当报这。可是我就是讲我要读服装设计，因为我讲我想要互阮爸爸卖反对，放心嘛我成绩就爱好。所以当我成绩好的时阵我要安怎算？像我高中我就捏头章捏的规个拢头章，会忙去跳舞啊，啥物货，我就感觉我知影我家己介意啥物物件。所以我对国中我就想要读服装设计，一直到我要读迄个已经联考科了成绩足好嘛，我打填3个志愿，第一个就辅大的服装设计，第二实践服装设计，第三是辅大印美，其实拢是相共的，就是服装设计。妈妈看到伊说：“这你真正要读吗？”周老师，歹势，我先请教一下，恁厝里爸爸妈妈从事什么背景的工作？我妈妈是老师，我妈妈就是小学的老师，我的老师就是我的老师。我爸爸是做这个应该是算冷冻库的主任。这是伊是做商业，完全跟你无相关。可是阮爸爸伊就是讲你要读啥物货，我就支持你。另外就是因为我对高中就开始讲我要读服装设计，所以到我真正要填这个志愿已经5档啊。我讲我已经过5档，已经接受啊啦。唔是无接受，可是我是表示讲我已经过5档，唔是讲5工嘛，唔是讲我今仔要来定，然后我就知影我要做啥物货。所以在过程当中。包括后来去念大学其实1年级我去读1年嘛，1年上学期读差不多3个月读了，我就想要休学我
5张啊，结果对上学期就要休学。我妈妈就开始讲，你跟你讲，为什么我想要休学呢？不是不好，是学太慢了。我很渴望，我内心很渴望学习更多东西，所以当时候其实我觉得学校教太慢，一个学期教一领裙，一领裤，做一领鞋子、衬衫，可是我想要快速去学这个东西，所以我1年的暑假，就去高雄的火车头边啊一个假一个老师补习班去学做啥。啊，时我爸爸就讲我靠，别个人拢暑假拢在耍，别个人阮同学拢在耍，我可以学做啥？阮爸爸会感觉讲，这个囡仔你是真正较介意做啥嘛？连我这边的时阵嘛，这边的时阵不是放假嘛，这边查某囡仔拢是因为我2个哥哥一定出去耍，一定是要困啊什么，我等个做啥？就做啥，拍板啊做啥。然后拢伫厝内咧车衫裤，所以我妈妈就感觉哇，我这囡仔是真正做爱服装设计。那甲我选这 model 有啥物关系？所以我知影我会让对我家己，我知影讲，当一个人对伊的事业物件有热忱的时阵，伊的眼神是安怎？所以我合作这些人，其实我会感觉对伊的眼神，我感觉伊做啥物物件是有热忱，这种态度我是感觉伊会当做一个 model， 不是讲你爱做到行台步，你爱做到一个 pose， 你一定爱生安怎，你不是 model 就是一个态度，你的生活的态度，主持人你主持的态度，引导我们的方式，我感觉这东西摄影师嘛是东西最重要，你对你的事业投入的时候那个眼神。是有灵魂的，有灵魂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所以我们选择不管是歌手，我们选所谓的模特，他其实在他的合作的过程，他都是尤其是那种很无畏惧的。老师，你会当甲咱回想吼，你一路，譬如讲你头讲的头一领衫，吼，你家己设计，后来你甲无同款的艺术家，譬如讲一个当永珠老师，吼。江贤之老师，吼，这其他足侪领域老师，你是安怎？你甲拢问讲，我会当甲你合作，还是安怎的机缘？你去找到遮，找到因遮来？是第一届机缘应该是差不多嘛是10当前，迄时阵富邦文教基金会有办一个叫大人物啊，大人物的梦想和计划。啊，有一个造型师，一个陈春华老师，其实算是我的贵人哈，伊给我机会去做这个所谓的寻百工，找寻100个工艺师的寻百工。啊，我因为这细汉，我伫大寮在拜拜，阮兜做爱拜拜，我的任务唔是咧拜拜，我在顾梦啊。过程当中，因为迄时阵好较传统，拢有一个神明桌头前，拢有一个甲八仙菜那个帐子八仙菜。啊，我一人伫遐无聊，迄时阵也无手机啊通耍嘛，就看迄八仙菜讲，这古锥的，这是迄红啊，我毋知啥物人，即摆知影去有李铁拐啊、韩湘子毋知啥物，做古锥的红啊，下骹车这动物乌龟啊，有龟啊、麒麟啊、蝙蝠啊，做古锥的，踮遐耍。可是还影响到我的讲，这传统工艺这古锥的物件，我第一届在甲工艺师合作的大人物，我就想讲，我安怎甲八仙菜甲我的服装甲做伙，所以我就去台南找这个光彩绣庄林玉乾老师。那过程其实讲实在，我开始打电话，林老师不是我第一个找，我打过来的人，拢当作我是诈骗。对啊，因为我。一直到今仔，其实我打电话，我也无看到本人，我打电话吼，因为我声做成囡仔，所以我在讲打电话时，我声做成囡仔，人家当作你是来乱的，就是你来诈骗。到今仔嘛是安尼。哦，那后来我就去台南，甲讲我要做些，因为八仙菜一般拢插伫迄缎布店馆，后尾我讲我想要插牛仔布，哦，伊就真正当作我是来乱的，因为牛仔布是做定的布料嘛。所以在车的过程，在做的过程，其实嘛是足困难。吼，阮去台南做做到，啊，一直在沟通。啊，了这领衫裤，这领这个物件，就变做我台湾讲我台北好时尚第2届的冠军的作品，就是用这所谓的立体秀。啊，这衫裤，这领这个物件嘛，衫裤嘛是迄时阵的总统府展览，去总统府展览。啊，就互我一个知影讲，这个改成是一个目标。
啊，我迄时我就去巴黎做迄个展售会，就去遐接单的时阵，我迄个八仙菜客戏，足侪国家的人拢来看，拢来翕相讲，这是啥物货？这翁仔是啥物人？这些人仔是啥物人？这代表啥物货？为什么有乌龟？为什么有一只蝙蝠？为什么有麒麟？这是啥物意思？哦，啊，乌龟是长寿嘛，啊，蝙蝠是福气，哦，麒麟嘛是长寿安尼。我感觉这对我讲做趣味，做有意义，所以我的把这个公益这样子的合作变成一个目标，所以我也偏摆个 Justin。Double X 2个 X 其实就是一个跨界 crossover 哦，就两个 X 就是像织在一起，就像布料织在一起。那 X 在这个英文里面其实就是也是代表看就是 perfect， 你的 perfect 叫我的 perfect， 就是我们两个的好组合在一起。那另外2个 X， 这2个 X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些脏话什么，也是用 X 的，对。那对，那意思是其实是我希望去挑战现在这个制度，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做这个没有人在这样子做的，就是实际上把工艺、把这些跟艺术做这样子紧密的结合，很多人都会质疑，所以我们只是透过这样的创作去让大家知道，现在服装不是只是我们每天穿的衣服，我们希望它能够跟，因为艺术原本是生活，那生活就是艺术，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刷来，我们给 Justin 请教就是讲。头早你讲着吼，你头一摆设计这个裤肚，迄阵时你可能还阁无啥有信心，你还咧上班。这个人吼，因为后手还阁真侪少年人想要来入来这道，一个人如何爱对无信心、胆胆啊？你阁爱强调讲，咱就爱创作，爱创新。这安怎变做有信心？这个过程，这要安怎日常安来练习啦？有人讲无，我逐工洗冷水，我就有当啊较坚强。你拢安怎家己锻炼，还是讲你安怎家己自我催眠？其实我避开吼，我感觉迄时阵我比今麦佫较有信心。我毋是无信心，应该讲迄时阵我在上班的时阵，我已经差不多。对米兰登来10档啊，在那过程我养成的阶段，我新人奖、毕展，其实我得了非常多奖，只是当时都没有自媒体，就是得奖完哦，可以一个便当啊拍照的解散，所以对我来讲，我感觉无啥物帮助。啊，因为阮太太感觉讲，我逐工在甲伊分享讲，这设计吼应该是安怎吼，我在介意嘛，我家己做爱看册，我家己看这服装史，逐个物件拢做介意，所以伊就讲，恁该去比赛啊。啊，因为开始我要答应，是因为讲，这个一套尔，一套免做侪时间嘛。啊，因为伊甲我差12岁，伊就讲做想要看我比赛，所以我就说好，我去比赛。可是我比赛有的是。想要时间相共的嘛，你黑白做相共24点钟，你专心在做嘛是相共，好，所以我的比赛得冠军了，搁第2摆是因为迄时阮做第一领这外套是这个西装嘛吼，啊来阮就做女装吼，其实我拢做有信心对我家己的作品，反而是现在这个巴黎奥运这个，因为这代表国家，很多人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你在做什么哦，你反而会去有时候会对自己有点质疑，说要不要这么设计哦，要不要做这件事哦？其实这个是反而是我在设计冬奥或巴黎奥运，因为会知道，其实就像我在乡下长大，我会知道大部分的人，尤其是我们在养成的阶段，我们那个美术课有没有都是被拿去考试的，那我们都尽量是会希望能够。越简单的东西，大家接受比较强。当你有一点点突破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去切解啊。对啊，可是要改这新的合作建议呢，讲你要先知影，他在讲的讲，你要先知影，先找到你的位置，你要找到 find your place， 你要找到你的位置是什么，你对什么有兴趣，而不是说Justin 用文化历史工艺啊，我嘛要安尼做。要先看你有没有喜欢，好，就是我常常在讲，其实就是做设计跟做菜相共。我拢问我的同事讲，啊，你妈妈
这菜好食嘛？你讲哎袂歹啊，我讲啊你妈妈有学过这菜嘛？读过什么学位嘛？无啊，设计设计不是讲你读博士你设计得较强，伊讲你无读册你设计得袂使。这完全是跟食物一样的，就是一种你的 sense。那中间当然是要养成，所以中间养成的阶段要怎么有信心呢？第一个就是要多去看东西。现在的有太多，因为社群媒体很发达，有太多的小孩子是活在社群里面。就像刚刚这个同事跟我分享，没想到这奥运的布料这么薄看照片感觉好厚好热，可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你必须要去摸到真的东西。像我有很多同事，他们其实很喜欢服装，可是他活在社群，他只看照片，他不去摸真的衣服，他不去看真的东西，他是变成就很难去。那透过我们摸到真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学习嘛。所以我喜欢去透过不同的不管是学习、涉略、接触不同的人、展览、活动，然后去补充自己的知识。那这样才会生出信心，因为你看的东西够多的时候，你会知道你的底蕴，或你知道一定有一个人会欣赏你的作品。所以我记得当时候我们3月的时候先发表这个巴黎奥运的服装，其实就有很大的回响，是来自于当时候来参加台北时装周一些国外的媒体或者是买家，那也连带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有可能能够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国际的媒体透过这套服装去认识台湾。是，这对真侪少年人真有路用啦，感觉真有启发。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替少年人来问，一个人一个设计，这个出发点一定跟伊的生活背景跟伊的成长背景有关。头先老师也讲过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真重要的，因为你创作的是艺术性的衫裤但是你又个极端的去找这个平民一般人的这个生活，这两边是有冲突还是无冲突呢？要应该安怎来理解讲？其实这无冲突。尤其这中亚叫一个物件叫做工艺。老师，你会当甲咱小解说你家己安怎想？艺术啊，甲平民安怎来结合？其实我感觉这就是生活，讲两句就是生活。意大利文讲这个服装 fashion 叫 la moda，moda 就是 style， 就生活，就是 la moda。所以我在讲，其实人啊，头先讲阮在食饭，你会去大饭店，食一道2万3万，足精致足好的这，你嘛会食一般路边摊夜市嘛是足好食，对嘛？这好食歹食，其实有一个连结，袂讲你今仔饭店拢好食，一般拢袂使，拢袂使。我感觉有一寡迄个阮使用的元素，也是爱留在。刚刚讲所谓的平民美学，并不是说真的只是适用于平民，而是它是大范围大家可以认知的。所以像窗花，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我们不会用一个特别难的，有可能存在只有历史课本里面出现的印花来当转换。我们在设计这个。不管是我们的作品的时候，像从史博物馆或者是故宫，像我们跟故宫合作，我们采用的是10个。大家都知道，一定有翠玉白菜嘛，肉形石这些大家知道，祭祖文稿、快学石青帖，我们不会用故宫，可能它有里面超漂亮的，然后什么辽国的大佛，因为你会有一个还没有认知，所以怎么使用大家都知道的元素来转换，这个是第一个应该讲说要诀，我们不能够离大家一般的认知太远，对，我们还是要让大家去知道这些平常，这就是生活，因为生活遇到会知道会看到。另外，就像我们吃火锅，一定会有个锅叫大众锅，大众锅大家很多人会点嘛，那你吃完会有什么味道留在你的脑海？应该也不太会有，可能只有沙茶酱的味道。对，你也没有。但是当你是点到一个不同的锅的时候，你可能吃完你带回去的是另外一个回忆。所以我们在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大众锅是大家最喜欢的，但是我们刚刚讲，我们从海洋要出发，我们必须在让国际的媒体或国际的观众看到的时候，他要留下什么？
他对于这次我们设计的东西，或我们每一次不管是巴黎奥运的制服、东京，或者是我们跟博物馆合作的，最后他留下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这个就比较困难的，在转化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要生活的体验。所以像制服最后我设计最后100%拢是我家己咧设计，我袂无叫人拍板啊，创啥物？唔是讲设计呢，因为这生活的体验，你要安怎活动，你要久落，你要坐落，你用小的物件，你要安怎的功能，这是要有生活体验，你也法度去了解，唔是讲这衫裤就好看尔。哦，所以老师你若咧教学生，恐惊拢无一定伫教室内面咧教哦。就带伊去食路边摊，带伊去做啥？是有可能看展览或什么。然后我通常因为反而是因为我要收集足多迄古董衣服，我反而会把那些你可能只有在博物馆可以看到的古董衣服，会拿来跟大家分享。100-200年前你没有缝纫机的时候是怎么做衣服的？你就想200年前都没有电灯，完全都是蜡烛的时候，怎么可以把衣服做得那么美？怎么染色，或者是像。以前的人不能够穿黄色嘛，也不能穿紫色嘛，你穿的是纱头的，那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些染料，紫色、黄色染成这样的植物，这些染料是非常稀有的或矿石。那我觉得这个历史的文化这些脉络的组合，对我来讲才是，我不是只是喜欢这衫口啊、拍板啊，迄可能我读书的时阵。足介意，可到即摆我这个年纪，应该讲年纪啊，我其实讲。后壁的物件，衫裤后壁的物件，有较侪让大家值得大家去认识，值得我们去介绍。因为这每一道纱、每一道线、每一个密度，其实都是很需要被传承、困难啊，或者是为了把这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衣服穿起来的状态，每一个都是一道功夫。但是因为现在刚说明，因为在社群的阶段，大家看到是最后一个。衣服，所以穿起来到底什么感觉？其实反而很少人知道。对，因为我们以前你较早就是讲，阮去买衫一定要摸这什么材质嘛，穿起来什么气枪最重要。即摆有囡仔可能伊就感觉，我网络看，这什么人穿最好看，伊就买来穿看。我感觉这是较可惜，会当讲加去穿衣服啊，去看摸啥材质。像我很常去迄个跳蚤，我想要去跳蚤市场，买迄10块、20块、50块的西装、沙比路这背心贴。我听讲伊安怎做，我其实我的知识，做衣服的知识，其实大部分是从这样来的，并不是从学校。对，我是大部分去拆这些衣服，我会去想说为什么他们。对，为什么感觉他们穿起来跟老师教我们起来的这个效果，或者是对完成度会不一样？那我就会去猜，我就完全，我直到现在都还会。那有时候很好玩。这边看到这个世界有名声的时阵，买路边摊摕起。我即摆拢安尼啊，我即摆嘛是安尼，我即摆拢是安尼，因为这嘛是到我迄个时阵，因为我细汉其实我。在那个养成的长大的阶段，因为我有一个干妈住在高雄的武庙路，那她那时候带我去黄昏市场。那我们其实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最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在路边看到一个菜篮车，那个我觉得扔那个派去啦，啊，迄阵做细汉可能4、5岁尔，伊就叫我甲迄车救的，讲，这车做拍算的，直接扔那派去尔，弄修的，就当对啊，就叫我啪。可等于厝了，阮干爹回来，伊就下班啊，就讲这车歹去嘛，伊就摕一个链仔弄水好，迄对我影响足大。我就讲，伊安尼其实就会当物件会当搁较用啊。所以我的衫裤，我其实有当下我家己的衫裤或者跳市场买的衣服，我都会一直在重复在利用。其实设计奥运这个制服对我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要背机做重的人才能设计，因为做最困难吼。不管设计中间执行各方面都是很困难。那我觉得其实我心里面的一开始其实是很抗拒的。从第一次冬奥，对，那时候我们就是有经纪人这边希望说，对，所以他说叫我去设计，我是因为我看历届的奥运，每次出来啊，那个网络上就是大家都是骂成一片。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我不会觉得它是挑战，我会觉得是一个课题，很困难。我很想要闪过这一题，对我真的很想闪过这一题。即便我做制服，好，我已经10几年的经验，哦，从你去很多地方，其实你走出去很多，去银行、手摇杯、办个电话、书店，那制服都是我设计的，我设计很多年了。但是我这个其实一直都不想去，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个课题。那后来为什么我会去设计？因为那时候那一年刚好3年，上次应该是3年前、4年前吧。刚好那时候我爸过世。那我讲我爸过世，其实我说我爸不是很支持我的服装设计，也不是很反对。可是一直有个遗憾是说他没有看过我一场秀，即便我毕展，就是我说我得了很多奖，没有，我得了很多奖，得了多少奖，你就想可能非常荣耀的时刻他都不在现场，然后我就觉得说，或许要是他儿子设计奥运，他一定会跟他朋友讲，我说，这我应该是给，好，所以这过程当中就比较一个激励我，然后这一次其实也是往这个方向，就是我的刚讲我的干妈在养成我的阶段，因为她刚好也是去年过世，那都是这样。那里面想要讲的是说，其实我觉得能够有一个梦想或核心，在支持。那要是看到这一段有爸妈，你的小孩子刚好是念设计的，你一定要多鼓励支持他们。对，就是在台湾很不容易，但是我希望爸妈能够多先去鼓励或支持他们这些梦想，让他们往前。因为有时候像我们面对这么庞大的压力，其实我们想要的是反而是家里面的鼓励支持。但是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传统的家庭比较难做到，就是大部分的家庭出来，对，不好意思讲或干嘛。那但是在这个阶段，我觉得面对这些压力，我觉得运动员也是。是啊，咱今日真欢喜，甲周老师 Justin 唔那讲到伊的艺术作品，讲到伊的人生哲学，而且你若有志要来参加，要来行入这个领域的时阵，你的心理准备是啥物？上重要的，愈在地、愈国际这项物件，这唔是口号而已啦，这是透过你的生活经验，你爱人伫内面去摸着、去闻着、去生活过，才有通产生的。今日世界万人台，拢在咱台湾新南台。